咁今日我哋會繼續用香港嘅地圖咧去拆解中山嘅版圖啦。有6、7成嘅打工仔其實都係會因為朝頭早放工嘅時間咧，就係會落珠海去翻工。地圖入邊最邊緣嘅位，亦都係最近珠海斗門嘅位置嚇。了解樓市資訊，我哋 YouTube 主頁上面咧有條連結嘅，咁入邊有睇樓團啦，亦都會有樓盤嘅資料同埋咧最新嘅價錢分享嘅。大家有興趣嘅記得留意下啦。上一集講完安全區之後咧，無論係評論區或者係私信 Andy 嘅朋友咧都比較多嚇。咁集中咧，其實好多朋友咧原來都係問緊中山嘅南部。咁中山嘅南部啦，咁其實亦都係好多香港嘅朋友啦嘅集體回憶嚟嘅。咁基本上嘅話咧，以前有好多嘅朋友過嚟中山，無論揼骨、飲茶、食飯都好咧，咁甚至打波咧都係會集中喺中山嘅南部。咁但係咧有唔少嘅老友又心驚驚咁樣咧，就好似上一集求助嘅一個老友嚇，1萬蚊入貨，4000蚊出貨咁樣。咁大家咧亦都唔想將個退休金蝕埋入去。咁究竟南部又係點樣呢？咁今日我哋會繼續用香港嘅地圖咧去拆解中山嘅版圖啦。咁各位老友嘅，我係住喺中山嘅香港人 Andy。嗱，中山嘅南部咧就分咗4個鎮區嘅。咁一個咧就坦洲啦、神灣啦、三鄉啦同埋板湖。咁其實喺呢4個位入邊咧，你揀得啱嘅話咧就世外桃源嚇，揀得唔啱咧就發配邊疆。咁今集咧第一個位置咧，首先同大家探討咧呢個坦洲鎮啦。坦洲嘅地理位置，大家去理解為佢係上水同埋粉嶺啦嚇。咁基本上嘅話咧，因為佢係最貼近咧珠海同澳門嘅一個邊際。咁如果你係諗住退休生活，諗住清靜啲，呼吸下新鮮空氣咧，呢個位置係會令你血壓飆升嘅一個位嚟嘅。因為咧珠海嘅樓價水平嚟講啦，咁其實會普遍比起坦洲咧係高3到5成嘅。咁所以嘅話咧，有好多嘅打工族啦，咁其實因為買唔起珠海樓嘅原因啦，咁其實亦都係會選擇居住喺坦洲。咁喺呢度嘅生活體驗係點咧？你就好似冇離開過香港咁嚇。咁你無論係可能去到翻工嘅時間咧，你會發現咧好多電單車咧，咁其實咧會喺你身邊穿插過。有6-7成嘅打工仔其實都係會因為朝頭早放工嘅時間咧，就係會落珠海去翻工。咁所以導致到咧會比較塞車嘅，而且佢呢一度亦都係長期係掘路嘅原因啦。咁至於咧呢一度嘅生活氣息嚟講咧，有啲似深水埗嚇。你落樓就會有藥房啦、超市啦、茶餐廳啦，甚至半夜想食個宵夜，隨時都有嘅。咁至於咧，大家買得坦洲嘅話咧，你就冇諗住咧，佢呢個階層咧會分得好明確，就唔會嘅。因為咧，佢呢一度嘅話就係一個咧剛需嘅集散地。咁買得坦洲嘅朋友啦，咁其實亦都要留意下，你哋要揀嘅話就揀一個交通比較方便啲嘅位置。咁因為呢一度嘅話咧，你住落去你就會發現一樣嘢，佢好似上水咁樣，人車就爭路嚇。咁明顯上咧，亦都係會比較嘈雜啲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同大家講下咧，大家嘅初戀就係三鄉啦。咁三鄉嘅地理位置咧，大家可以理解為係一個西貢再加咧大埔舊墟嘅一個混合體啊嚇。咁三鄉其實好特別嘅，因為佢亦都係發展咗30幾年，佢亦都係屬於中山咧早期嘅一批咧明星屋苑攞落香港賣。咁所以嘅話咧，佢嘅話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第一代港商啦過嚟中山退休嘅話，佢哋會一定係揀中山為先嘅。咁所以你喺中山去飲茶嘅話，你會發現周圍都係澳門或者香港人為主啦。咁周邊咧，咁其實都係啲司警啦，或者係啲退休嘅公務員老師咁嚇。咁大家亦都係同聲同氣咧，喺呢度生活嚟講咧，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懷舊嘅節奏嘅。咁亦都係可以講咧，成個中山最南部咧，階層明顯分級最高嘅一個位置。不過咧，三鄉呢，因為經歷過咧30幾年嘅一個發展，已經係定晒型，配套亦都係咧已經係開始老舊。咁佢個感覺咧有啲似咧住喺大埔舊墟咁嘅一個感覺啊嚇。咁另外咧，三鄉仲有個朵嘅叫做中山嘅威尼斯。咁一旦去到黑雨落雨嗰陣咧，基本上咧佢好多嘅地方係會出現一個水浸嘅問題啦。咁其實咧基本上就係一定要撐船先可以出到街。所以嘅話咧，一般如果你話買三鄉嘅老友嘅話，一定係會提醒大家，你哋揀樓咧就好似揀西貢嘅村屋咁樣，唔係揀間屋幾靚，係要揀一個地勢夠唔夠高嚇，排水夠唔夠好啊。咁如果你哋係打算喺三鄉買啲二手樓嘅朋友咧，亦都要注意一下啦。因為咧依家好多以前嘅明星屋苑咧，其實開始咧已經老舊噶啦，已經有20幾到30年嘅一個歷史噶啦。所以嘅話，好多嘅地方亦都會導致到外牆嘅剝落啦、電梯嘅老舊。所以你哋如果買得三鄉，亦都預定一筆錢咧，去將來去做維修嘅。跟住落嚟咧，同大家講嘅位置咧，就係近呢幾年好 hit 嘅，比較多人關注嘅神灣啦。嗱，神灣咧基本上嘅話咧，咁其實大家可以理解為佢係咩咧？中山嘅地圖入邊最邊緣嘅位，亦都係最近珠海斗門嘅位置嚇。
咁佢呢度嘅生活環境咧，有啲似喺南丫島啦或者梅窩嘅一個生活嘅體驗。咁佢有依山傍海啦，有遊艇會啦，亦都風景好靚啦。咁如果你係純粹咧諗住係體驗下一個叫做 Working Holiday 度假嘅感覺嘅話咧，佢嘅慢節奏的確係慢得好吸引嘅。佢呢度落街去食個菠蘿，你就好似咧去咗深井食燒鵝咁。但係 Andy 亦都會提醒大家嚇，如果你作為一個退休族嘅朋友嚟講啦，我覺得風景咧唔係一個剛需嘅，反而咧係要着重醫療。咁神灣如果你係話要去啲好嘅公立醫院、三甲醫院去睇醫生嘅話咧，佢個車程其實係有啲似咧我哋喺香港嘅柴灣開車去香港嘅荃灣一樣。咁風景咧係唔可以醫病嘅，身體唔舒服嚟講咧呢一種隱世咧，其實長途跋涉咧係會有一個折磨嚇。所以嘅話咧，神灣係比較適合攞嚟一個度假用嘅位置，但係咧未必適合咧我哋係用嚟退休嘅一個落腳點啊嚇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同大家講埋最尾個位板湖啦。板湖咧，咁大家亦都非常之好理解啦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火炭區啦，或者係叫做未開發前嘅屯門工業區一樣啊嚇。咁基本上係以一個重工業為主導嘅一個位置。咁基本上嘅話，依家喺板湖起嘅新樓咧，其實咧係感覺咧好整齊嘅，整齊得嚟係有啲粗獷。咁佢啲路咧大部分都係火車行為主㗎啦。咁入到去嘅感覺咧有啲似咧我哋入到咧火炭嘅工廈區入邊，依家有好多嘅新型住宅密密地而起嘅。咁周邊咧其實都係保留住一啲生產嘅氣息嘅。咁如果我哋大家住開香港，習慣咗附近有啲大型嘅商場啊，或者港鐵商場嘅話，你入到板湖，你會覺得好似時光倒流咁嚇。咁基本上板湖咧，佢最大嘅問題唔係話佢嘅環境差，而係講緊佢二手嘅接貨咧，基本上可以講係長面嘅狀態。因為咧本地嘅打工族咧，咁其實亦都買唔起當地嘅樓啦，而外地嘅人咧亦都睇唔起呢度嘅資產嘅。咁所以嘅話咧，佢處於咧就一個冰封嘅狀態。咁住喺呢一度嘅感覺咧，就有啲似咧，你住喺屯門河邊，周邊有啲舊型嘅工廠就喺隔離。咁間屋就算幾大都好咧，你落到街咧，你都係見到啲大型貨車啦，同埋咧大排檔為主嘅嚇。嗱，講咗咁耐啦，南部呢4個區，咁其實咧大家追求嘅頻道係唔一樣嘅。咁有人中意西貢，有人中意上水嚇。咁但係咧 Andy 見過太多嘅老友記，因為一時睇樓太衝動嘅原因咧，睇落去好好，但係實質體驗完呢個區咧，最終係後悔買錯嘢嘅。所以如果你哋心大心細，唔知道點樣揀，或者對於某啲樓盤想知道更多嘅朋友啦，咁其實咧你哋唔使咁急住落訂，真真正正去分析清楚自己啱唔啱呢個位置。畢竟咧買樓人生大事，聽多句説話咧，咁其實好過咧你交昂貴啊。咁如果你哋真係對於南部嘅某啲樓盤有啲興趣，或者真係想知多啲嘅朋友啦，咁其實你可以 WhatsApp Andy 或者評論區留言嚇。咁 Andy 咧作為你哋中山嘅慢工族咧，希望今次咧呢一集用香港嘅地圖去同大家去拆解咧，方便大家去理解更多。咁如果你覺得我呢個 video 有用嘅，歡迎評論區留言支持2個字啦，分享 share 出去俾你啲老友。咁下期咧 Andy 同大家分享更多啦。